聊聊啊蹦，保持注意，聊聊啊蹦。各位前贤，好食无？食完的牙签，啊食只去，敢有影食着注意。来，请放下。那这样，哎，来音乐啊，音乐下哈，音乐下来。那这那想一个，金珠丸我阿母的味无？敢有食过阿母做的料理？啊，这是阿母做的料理，一粒米。一项一项，了了啊做起来的。用的佛强的法强的精强的切创新，用的佛强的法强的精强的切创新，空要慢慢空要，好吃吗？空要慢慢。感恩的心，吃着珍珠丸。现在吃完珍珠丸，喝一口茶。早上的茶，知影茶好苦无？这个茶叫做百里香，喝一口百里香，不管你有什么镜头，你的茶，咱的心，拢会当云霄雾散。喝一口茶，配一口珍珠丸，慢慢吃，慢慢品味浅显的慈悲。吃完珍珠丸，会当摕上酸的一粒，你感觉是啥物货？你感觉啥物上酸？你就甲它摕起来食。每一个人对酸的定义无同，有感觉小番茄真酸，有感觉葡萄干会真酸，拢无要紧，这无同。摕开食。唔通愈食愈咸，会把晒食哦，但是感恩食，感恩的吃，所有的每一口都是浅显的爱。想看卖的这世人，上咸的目屎，你敢捌感受过？妈妈是毋是请留下上咸的目屎，为着囝儿，为着咱有食囡仔？常常就甲讨，常常咧甲讲妈，我妈妈我要黑，爸爸我要黑，是毋是？咱常常咧讨，到底咱对是大人做偌济，但是咱常常咧甲死咧讨。刷落来，上细地，上细地，上乌的，摕迄个巧克力，迄个是咱上天然的，伊咱这个巧克力。上苦，加起来咱的嘴内，慢慢啊感受这个苦。各位亲贤，你敢有食过人生的苦？人生敢有苦？到底是要食做什么滋味？各位前贤，苦了是啥物滋味？真苦了是啥物滋味？敢有甘？敢有食着甘的味？原来老母娘要互咱的，是爱咱去感受人生所有的苦，就是为着咱的体会辛苦。利用甘，咱敢有体会着老母娘的用心，咱敢有体会着爸爸妈妈在世是怎啊对咱的教示甲用心，也是咱若是不断的感觉爸爸妈妈你做人生做法，咱是用着啥物心来食一片巧克力，有苦吼。一百趴非常苦，爸爸妈妈伫个食了，大家感觉讲，啊，就是甲
共款啊，苦也是苦啦。爸爸无伫个，感觉食妈妈无伫个，食完会感觉有迄个苦，伫迄个过程，迄个甘就会走出来。最后咸酸苦食完，要来食啥？来摄啊吼！啊，咱的便当盒啊，摄是做一项。来，嘿，咱甲爬起来哦，摄有做一项，摄是做一项摄，便当盒有一项摄。大家册有哪感觉？拢无共款哦。每一个人所摕的物件，为虾米会无共款？袂摕核桃，也袂摕咖啡，这代表每一个人对于人世间你所遇到的代志，拢有无共款的看法，无共款的立场，无共款的想法。但是各位先生，咱想的敢拢一定对的？咱做的敢拢一定对的？是安怎会摄？是安怎会摩擦？是安怎咱拢以咱的想法去出发？咱拢感觉我讲的是对的，我想的是对的。各位先生，爸爸妈妈敢会安尼想？但是咱敢有感觉伊讲的拢是对的？为什么会摩擦？咱来想看卖啊！核桃的本质是顾咱的脑，伊本身有足侪Omega-3的油脂，但是伊正确有摄无？咱所有的食物，今仔交你食的，伊拢有倒冰的含义哦，伊拢有倒冰替咱补的另外一方面哦。咸正了，伊会当互咱安怎？互咱的这个水，身躯的水会当代谢。会当新陈代谢循环更较好，所以为啥流目屎就是一种新陈代谢？各位先生，咱敢有想过？当着代志，互咱艰苦流目屎，是咧互咱生出智慧水，毋是咧互咱行无路。各位先生，上天对咱敢有怎好？爸爸妈妈对咱真了敢有好？啊，咱照着。食着酸，酸的后面是啥物？咱的酸就是要互咱劳气筋骨，互咱即个筋络会当安怎？会当会通。所以其实食酸会当对筋络真好哦。吼，再来第三项，恁食着大家话伫遐海头的，迄叫啥物？巧克力，苦有好食无？苦有好食吼。敢食苦粿，讲真好食，啊，若毋敢食苦粿，讲毋敢食。啊，食着100块的巧克力，讲这真苦。吼，啊是安怎苦？苦了后壁会安怎？画啥物转来？敢有甘？啊，真爱甲想甘。所以甲我一开始甲伊讲，慢啊请，慢啊去甲体泡，慢啊去甲体会，咱即个。便当内面要互咱的滋味是啥物？啊，最后的摄的，咱甲我讲摄的，咱甲咱生出啥？生油对不对？啊，油要互咱啥？动力啊，活力啊，咱要有动力有活力。汽车无油爱安怎？加油，是毋是感觉走路？所以各位先生，恁对恁摕到这个便当盒啊，敢有满意？啊，你对家己敢有满意？有满意吼，啊有满意，要甲家己掌声哦。甲家己掌声，掌声之后，咱要来进行一个仪式，咱较拄仔行事，咱即世人，伫咱兜，行咱的爸爸妈妈，行咱的手足，兄弟姊妹，甚至行入道场，甚至行入社会，咱对社会贡献服务做志工。回想一下，咱遮侪过往，一点一滴留下的一步一脚印。即摆，请各位先生有看到倒仔顶的花无？后壁坐三排遐先生吼，花伫两旁，咱的两边的工作人员带来发一下，吼，一个人一支，然后咱倒仔顶一人领一支花，先音乐先关起来一下。
小声一点就好了。咱等坐下，领一支花，然后咱行来佛前，咱以花đặt香。咱的香因为人济吼，香会分较贵的。咱等一个以花，即类花，新鲜的花来代替咱的新香，来甲咱身份来甲伊去土祈福，去土也是讲你心内有啥物苦，你有所有的苦，你有所有的酸，你有所有的涩，你有所有的惊，足惊的，足委屈的，你个惊就是委屈，讲袂出嘴的，拢等下拢会当甲咱面的做事，甲咱人海过好，甲咱的生活过好，吼，甲咱老母娘来甲斗，来甲讲，来甲斗，来甲讨，看要斗啥物，看要讨啥物。咱就做一个耍赖的小孩，好不好？给咱来做一个耍赖的小孩，敢好？这个时间哦，开放大家耍赖哦，一人领一张，嘿，一个一张。咱等下顶吼啊，开始传哦吼。啊，先不要动，先坐着，嘿，先从前面传下去，这样摕一张，唔免去紧，花无咧紧大细蕊，唔免紧水慢，鲜花你的心看伊水，伊就水，客客等咱带老母娘。互咱即个上水上好的家己，各位浅浅，你家己敢有满意？还是搁爱去酒行一个较有满意？我鼻仔摸摸，我感觉我一股水。我生做无百倍，我嘛感觉我娇小玲珑。还是我感觉我就是爱去人拍长脚筋，变高40公分。人生啊，有足济，互咱出乎意料，互咱想袂到的。即摆借着即个花来甲头前。咱来跟仙佛禀告祈求，因为人很多，所以咱会使做规一个，啊，就甲花摆一个。来听指令哦，甲花摆一个，安尼较知，搁举转去，搁举转去哦。即个花就咱的啊，咱客咱转，啊，就放倒仔顶吼，就客转去。然后咱等一个，咱请一个，这叫做咱的甘露水。较拄仔食着咸，食着酸，食着苦，食着涩。上天慈悲甲咱讲，各位前贤，今仔咱求道啊，开启智慧啊，恁拢毋免惊。老母娘讲，拢伫我的安全范围，甲咱保护住的，毋免惊吓，毋免去失志。人生伊会互咱变动愈来愈大的能量，伊会互咱甘露水，甲咱的苦洗掉，甲咱的酸，甲咱的涩。甲咱所有一切不如意，甲伊化苦为甘，互咱化险为夷，互咱化安怎一切灾难为平安。所以咱等一个用香，即支花就是香啦吼，来甲摆一个，啊甲师傅讲一下吼，会咱徛咱规个拢袂要紧吼，无甲咱经过一定爱规个啦，吼就徛同我紧人较济，然后咱就看到上面都有这个甘露水。啊，咱即摆先邀请咱点燃师，咱副前任，我们先给咱做一个仪式，先开启，然后来领了之后，这水甘露水拢有加持过吼，咱等下食每一项食的味嘛无共款哦，你有病咱治病，有问题咱治问题，啊，咱即摆请副前任先徛遮，啊，点燃师，咱另外一个站点师在板凳啦咱先请副前任点燃师先，各位先等一下花准备咱先看下，来，咱先配，配以前大概跟先锋咱祈福一下。咱等下祈福的内容，交你摕甘露水有关系哦，迄甘露水就是要治你即摆问题。